市桑拿太爱氧气传出有饮水或积水的情形咯。当初提起研究部的时间，为操到本灾民是得畅快行业去冇做好完整嘅排水规划，更加降落太热，大家路卡附近都会积水。从减肥则表示已经变预算呢，而来设置切磋嘅赤峰池，同时改善上行排水，水利署也会提能天数改善附近嘅排水系统。如果以天时变好，但是在太阳阳气地背，山看得到路面的积水向前推。主表示，当时太阳村的现间，希望灾民可以加时来吃作为考量。嗰所无同排水的计划另一批，更加一度到落太热，差不多60公顷的太阳阳气就会积水。当时，我们 NGO 团体他们有他们的理想性，就是让雨水那很自然的回归大地，但是现在的极端气候时常是瞬间雨量就非常大，那造成说园区里面排水不好。阳气地区出现积水的问题，以免生活品质一定会受到影响。高雄市政府无立刻重建会表示，要改善积水，一定要先从排水的规划开始。目前重建费已经编列了2300万，为了完成切磋赤峰池同阳气地区上限的排水改善工程。我们大园区里面要规划7个赤峰池，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1座赤峰池，那在明年的雨季之前会完成另外的6座赤峰池。街道的的排水改善我们也做一些改善它的箱涵的形态让那个街道里面的那个绿地里面的衔接到野溪的这一种的涵管增加它的容量，然后让下雨的时候能够大量的宣泄一些路面的排水。重建费表示，除了要完成切磋赤峰池同上限的排水工程，经济部水利署嘛同意补出5500万元来改善周边的连外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倒灌到阳气，还有直接扩散到下游的总头。有项工程冇睇明年的1季以前来完成。供阳气地区1000人户的厝家，唔会再有积水的烦恼。下个新闻整份子，共同报道。